镜头换来看，新北市三峡顶个月342伤的车祸，是互大家更较关心过路人的安全。新竹有民间团体昨暗就伫咧下班时间发起追思活动，希望大家爱继续重视。 手机写交通安全口号，甲蜡烛行伫大路，提醒来来去去的车辆注意过路人安全。由民间团体所发起的追思活动，吸引不少民众主动参加，用行动来呼吁大家重视交通问题。过马路的时候都还蛮难过，就是可能有时候车未必会让你，或者是你其实已经走到一半了，车还是会直接冲过来，就会有一种。 我到底是今天是来上学的，还是来玩什么大逃杀之类的？在我过马路的时候，一直不断的往前进逼，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具体的，就是对于现在的行人环境，其实还没有很友善的证明。 主办单位指出，活动除了悼念新北车祸的罹难者以外，主要是希望引起大家对交通安全的关心，也呼吁台湾应该提升驾驶人的专业训练，避免悲剧搁再发生。包含从我们人行道的建设，或者是行人优先区的设置等等这些，要营造一个连续、平整、舒适的一个人行环境。另外，也要从我们的教育开始着手，包含我们的国民教育，还有驾驶人的教育。 例如用路人位阶，也就是说伤害力越大，他责任越大。活动中，佮安排大家伫现场为新北车祸罹难者进行默哀。也若针对三峡的车祸，虽然赛车的78岁有的驾驶已经死亡，警方调查了后，认为伊驶真凶嘛无打档啊，也是依照杀人罪、伤害罪等罪嫌，移送检方侦办。记者朱君和新竹报道。